我哋係咪喺蕩失路啊？好似係喎。咁點算好啊？唔使驚，我哋行下就揾到出路噶啦。媽咪話大人都成日蕩失路，但係最緊要唔使驚，繼續行，總會揾到出路噶。前面有路啊！你好，我叫阿新啦。咁我自己細細嗰陣時，因為成日唔記得字啦，特別係英文啦。咁通常人哋用1個鐘時間去温書啦，咁我起碼用6個鐘以上去温。咁人哋覺得好簡單嘅事啦，咁我就覺得好困難嘅。跌入漩渦，無盡心事衝不破，誰解答我為何曾花開的不結？其實因為就係成績唔好啦，成日俾老師罰留堂啦，不斷罰抄啊、重默書啊。當時我自己覺得受咗好大打擊啦。最受打擊就係全部人都否定我。我覺得大家唔明讀寫障礙係咩嘅，佢哋只會認為就係你讀書差，要努力温書就可以做得到嘅。但係喺我嘅立場嚟講就係，即係你讀書差唔代表你冇努力過咯。你有努力過，但係你做唔到件事就，即係你會一直覺得好困難，就一直去嘗試，但係一直都失敗，你就會覺得好低落。讀寫障礙係一個冇可能醫治嘅病啦，但我覺得係一個挑戰嚟。走出陰界更硬朗。好，余姑娘，你一開始係點樣接觸阿新嘅？我一開始嘅時候咧係中4第一次接觸阿新啦，佢係一個好冇自信啦，然之後唔係好識表達自己嘅人嘅。阿生啊，你覺得余姑娘點樣幫到你啊？好似朋友咁樣同你傾偈啊！我有咩唔開心，通常我自己收收埋埋，因為我冇自信啊，唔想俾人知道咁多嘢。識咗余姑娘之後，我就會放膽去同佢講啊，有咩唔開心啊，將自己開始心入邊嘅嘢抒發翻出嚟啊，令自己唔大壓力咯。覺得余姑娘同可能其他老師唔係好一樣。係，因為其他老師就係 focus 個學業啦，但係余姑娘就俾我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出路啊，即係轉碟可以。原來有導師嘅喎，或者你攝影可以做攝影師喎。其實我以前真係唔知道。余姑娘啊，你覺得阿心接受咗我哋仁愛堂嘅學校社工服務之後咧，有啲咩改變啊？你見到佢係由一開始由冇自信變到後面係有自信，願意表達自己，同埋領袖一班隊員啦。咁其實佢已經成熟咗好多喺個社交能力方面，而且佢係更加增強咗佢個同理心。咁佢個角色係唔同晒。已經係轉化成一個助人者咁樣咯。成長路上往往會遇上各種困難，仁愛堂嘅學校社工服務陪伴每一位學生面對挑戰。仁愛堂累計已為100多間中小學提供到校支援及駐校社工服務，幫每一個學生發掘潛能，揾到發光發熱嘅人生舞台。請大家一齊支持仁愛堂，打捐款熱線22804668。